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团队对2018年开始调查高雄的音庙，目前统计高雄的有38个行政区，总共有350间的音庙。为了要让更加侪民众了解到无同款的宫庙文化，透过家己做的桌仔椅，深化民众对民间信仰的兴趣甲理解。 学生囡仔诚心跋杯，因毋是伫咧宫庙问神，原来是伫咧移桌仔耍。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角色，桌仔耍的牌仔有新明星、小妈祖，阁有跋炉主，也阁有无共的道具卡。这套众神之门的桌仔耍是中山大学经过4档音庙调查了后的设计，游戏计将甲高雄4间音庙做结合，拜庙的仪式甲民俗活动拢合做伙，民众透过移桌仔 就会当认捌音庙的历史甲特殊的科技。阮希望透过这种较活泼的形式，互咱的玩家更加亲近，更加认捌咱的音庙的文化。无一定讲爱随亲近，毋过认捌、认识咱的音庙是化解这种陌生感的第一步。咱会当行入遮的庙宇内底，咱看讲咱逐个庙伊内底所隐藏的故事。 伊的人文伫咧倒位？这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所开的课，罗景文副教授嘛表示，为着克服学生囡仔心内惊行，伊的课程嘛会先了解音庙的文化甲拜庙的礼俗。毋过，接落来开始实地调查了后，才发现研究音庙是困难重重。音庙伊的过去的历史啊，大家无啥了解。 毋若无啥了解，大家阁无想要去吸，所以变成讲伊有两重的困扰，就是无了解伊的人物、伊的历史。这套音庙的桌仔耍，毋若是学生囡仔研究的成果，罗景文嘛寄望未来会当甲桌仔耍提起宫庙甲信徒做互动，透过耍游戏，嘛会当提醒大家台湾的民间信仰，较显得人提起的部分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